簡單啲講，主動式降噪嘅原理就係透過 microphone 去收取外界嘅聲音，然之後再透過系統再產生一個反向嘅音波，抵消翻本身嘅噪音。降噪耳機最大嘅優點就係透過抵消咗外來嘅噪音，令到用家可以更加清楚咁聆聽到音樂又或者電影嘅內容。降噪技術嘅起點最初就係為咗航空或者係軍事用途，針對嘅噪音都係機艙嘅環境聲又或者係引擎聲，一啲比較有規律或者低頻噪音為主。如果喺健康層面去睇，有一個我哋比較少留意到嘅地方就係關於次聲波嘅問題。我哋一般咧其實都唔會察覺到次聲波，但係因為降噪抵消咗一啲外來嘅噪音，令到我哋相對比較容易受到次聲波嘅影響。而呢種次聲波咧就會引發到我哋身體有一種叫做負壓感嘅情況，有啲似我哋入到一個消音室一段時間之後，就覺得胸口有啲壓住有啲翳悶嘅感覺咁樣。不過呢個情況主要係我哋戴住降噪耳機而空白嘅時候發生嘅，只要係播緊音樂嘅時候咧，大腦開始處理翻聲音咧，就會冇呢個影響噶啦。降噪耳機雖然令人更加能夠沉醉響音樂嘅享受，但係如果使用不當，始終都會令人唔舒服。究竟原因響邊呢？有講法指長期使用降噪耳機有機會影響聽覺，到底又係咪事實呢？其實咧，我哋叫呢啲做聽覺過度補償反應，我哋嘅大腦嘅問題嚟嘅。嗱，佢唔係屬於一個真係嘅病。喺聽緊音樂嘅時候咧，如果降低個噪音咧，我哋有好處喺度嘅。第一咧，你真係唔需要將嗰個信號調到好高音，因為如果信號調到好高音咧，又會令到我哋個耳仔會有機會咧，因為噪音引起嘅噪音創傷。咁但係咧，佢另外一個唔好處咧，就係佢冇咗一個背景嘅噪音俾你。如果你喺冇音樂嘅情況之下，你個大腦咧無形無覺咁樣咧，冇咗呢啲叫做基本噪音嘅接收啦，我哋個大腦就會有一啲叫做過度補償嘅問題走咗出嚟啦。無端端咧，我哋拎開咗呢個環境噪音太耐咧，我哋會覺得係好唔自然、好唔舒服嘅。嗱，亦都有啲病人會同時產生耳鳴啦，同埋咧對聲音過度敏感。你停止咗個降噪耳機，然後咧將自己適應翻一個正常嘅噪音環境咧，個大腦舒緩翻咧，又放鬆翻個心情咧，應該都會改善到嘅。骨道式機咧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嘅，但係骨道式機嘅唔好處咧，就係有時你需要過度震動咧，你先至會有相同嗰個聲音感覺。因為我哋個耳道係變咗開放啊嘛，我哋由出邊聽到嘢啊嘛，咁所以咧，我哋通常普遍你見到有人用骨道機咧，都係喺佢運動嘅時候，因為佢又需要開放聽住嘢，同埋咧佢係相對比較穩陣，即係呢啲情況去用骨道機咧，其實我都贊成嘅。大腦咧係夜晚嘅時候需要休息嘅，咁所以需要係減少聲音個輸入。如果你戴住耳塞嘅話咧，佢真係會影響你個睡眠嘅。其實所有嘅耳機唔理係咪降噪咧，都係要遵守66原則，即係唔好多過60% 嘅音量，唔好多過6小時一日，咁就安全噶啦。而家你買到嘅耳機啦，同埋手機咧裝置啦，佢哋嘅輸出係被限制咗喺一個安全程度嘅。佢哋如果係100係比例嘅話咧，我哋盡量保持喺30-40以下咧，就會聽得又舒服又安全。反而咧喇叭或者呢啲叫做揚聲器咧，傳統上面咧佢冇限制咗個峰值嘅，尤其係越大喇叭咧，佢個峰值係遠超過我哋人可以承受嘅噪音水平。就算係短時間近距離去呢啲喇叭嘅操作咧，佢都會有傷害性。失聰嘅原因咧，其實最常見咧，第一就係噪音本身，第二咧就係因年紀而引起嘅相關退化。老人家嘅聽力退化咧，其實同好多嘢都相關嘅。如果你有聽力問題，你有2倍嘅機會咧有抑鬱症狀。咁耳聾引起腦退化最高嘅風險係可以去到5倍咁多。當缺乏聲音刺激嘅時候咧，個大腦咧就開始減慢啦，或者鈍咗啦叫做。咁我哋原本有一啲好犀利嘅連接系統咧，佢都會因為長時間唔用咧，就會喪失咗嘅。思考上會整體會慢咗，甚至乎咧，我哋嘅行為上都會差咗或者慢咗嘅。隨住聲音越嚟越少刺激咧，就會更加嚴重嘅。調翻轉頭咧，如果我哋保護到好聽覺嘅人，係咪個大腦功能會好啲？係嘅，呢個答案係。即係話咧，如果屋企有人咧，你聽覺係唔好嘅，而佢個大腦功能又退化咧，第一件事要同佢哋增加翻佢嘅聽力，用助聽裝置啦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我哋專科醫生係可以幫佢做一啲相關嘅手術去治療。